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9，旧历的6月17，礼拜5。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太太李嘉芬，为伫婚林古坑的农舍爆发着违建的风波。文林县政府一开始得到消息，到1礼拜后才确定有部分来违建。尾啊，这个古坑乡公所要到农舍去测量，李嘉芬讲，伊家己会找建筑师来量。但是要家己量，恐惊是无合规矩，所以今仔日古坑乡公所决定要去现场，搁来测量，搁来鉴定。发予媒体时间是10点，煞提前2点钟来进行。这敢是要来撇开着媒体的拍摄的。啊，讲这个华视的记者到场，搁互农舍内底的人提水管、喷水赶人。下早10点，古坑乡公所一定到李嘉芬的农舍测量，但时间到啊，并无看到，颠倒是去农舍内面的工人喷水赶走。李嘉芬农舍爆出违建风波，到即马将近半个月，一开始伊就无要互管府出手，家己找人来拆除部分的建物。婚林县政府拖1礼拜，才公布确认农舍受增建。所来对外讲会到农舍测量，主建物什么所在有违建，但是李嘉芬又搁讲，因家己会找人来量。我爱浪费咱的资源，家己要请建筑师吼，啊要去处理这条工作。咱即马到底有要去丈量？无。当李嘉芬找到人测量，公所才主动对外发布要对去量的消息。只不过预定10点进行，煞提前改到8点，明显无想要媒体去。就是阮内部来伊的细节来看了，阮来以后办理，该爱拆掉，阮嘛是就是爱按年拆掉，偌久的时间爱拆就是爱拆。农舍到底是倒一部分是违建？阳光所也是讲甲真保守，讲部门查一个违建，若是对一般的老百姓，哪有可能互民众讲要家己测量就家己量？但是对李嘉芬的农舍，竟然是遮尔宽容。